继续来看酒测的新制度，今仔日正式来就路。打来啉酒开车罚款甲刑责拢加重了。啉酒开车的民众若去拄到酒测，拢会用尽各种退酒的怪招，譬如讲运动、啉水、步树奶糖等等。网络顶阁甲人教讲，含银角啊，然后一直灌水，安尼会当干扰酒测器，来降低酒测值。也毋过医生讲，以上所讲的方法拢总无效，尤其是若一个无小心，甲银角甲吞落，迄更加危险。啉酒的民众拄着警方拿检酒测，先来一个专心运动，压前压后，佮压起压落。你怎么底下你是，古安那种啊？也阁有人一直咧灌水，以为讲安尼会当退掉体内酒精。我是要互你漱口，那有可能去测？系啊，无可能。就爱测啊。酒测新制7月初上路，刑责甲罚款拢加重。即马网络阁流传各种退酒的怪招，传言伫喙内含银角啊喷风，会当借由银角的糖来干扰酒测仪器的检测值，这招敢无效？酒精很容易的透过血管到肺部，然后酒精的气体。再从肺部气体吹出来。酒精入去到体内了后，随着血液到这肺部喷风的时阵，酒精的气体是对这肺部喷出来，所以借由运动、啉水、补充奶糖，甚至是含银角啊，真假是冲淡喙内酒精的浓度。但是想要规避酒测咧，是无效的。这些方法其实是没有它的一个效果啦，含那个钱币反而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动作。为了规避酒测无细致银角啊吞落去，颠倒危险，民众无想要啉酒开车被罚，那安尼就酒后莫开车，或者是找人代替开，那无就叫计程车。